心情真好咧。因为咱家那也能做闲啊，沿路都有骑楼，路我无去压着啊，路名啊详诶，头我阮安尼行啊，踮迄边哦，什么中华路啦，啊，因那只中华路伫公司诶，啊，中山路嗰边讲到处叫中山路，网页什么名字啊？今仔只演出来公路啦，啊，为什么咧？因为阮歌舞中医就是伫咧公路诶，阮的迄主旨就是。下门市公西路啦，啊，你看，所以感觉倒来敢若倒来厝咧，哦，足亲切咧，吼，我一下酒来有淡薄啊，就是介绍下门的红灯的这 DVD 啦，还是要送互乡亲，互乡亲了解下门者，其实下门最近这几年改革开放了建设真水。风景真水希望各位乡亲来去行行看看，了解一下好。我送互你，想无法跳落。我才为啥跳落？跳落啦，来啦！来，我先来恭祝一下来这。我送个我后边来，有缘看嘛者。谢，拍摄，够无多咱各位乡亲分批看你看了少伊看者，无看了你再甲讲，你讲我听，无，谢啦，大家练早这是一个真乖卡的查某囡仔，周婷，花下欢迎，优秀，足可爱足对人听周婷要甲大家演奏一个叫做《烟花易冷》，花下甲鼓励者，哇。